台北地方法院审理金华城案甲郭文帝政治献金案，今仔传唤民众党前主席郭文帝，搁有前建山总部的财务长李文忠、木可公司的董事长李文官，甲民众党的秘书长周武修。另外，北检针对北院裁定郭文帝7000万交保，嘛已经提起控告，高院上紧今仔就会来做出裁定。你们担心北检抗告成功吗？先出庭再讲。不好听，有被律师下口令吗？透早行出家门，无继续回应，将民众党主席郭文帝广告法院出庭，互人起诉的4大案当中，也互人控告使用奖望基金会的800多万支付经办员工的薪水，专案早起开庭审理。做这个有做好准备吗？这届到庭的证人，就是民众党秘书长周如修，把身兼奖望基金会甲郭文帝竞办主任。不过出庭作证的伊表示，基金会的财务这执掌拢是甲被告李文忠的身躯，讲郭文帝无介入。民进党有多少基金会？民进党有多少政治人物有基金会？什么时候看你们台北地检署的这群鹰犬讲过一句话？这不是双标，什么是双标？一塔一塔真高的关证用拖车刷到台湾高等法院，内底相关的资料包含北检的控告状，就伫郭文帝交保了后，检方随提控告，主张郭文帝违反规定，向李文忠发声，也甲证人有所接触。即马高院已经收案，上紧10日就会做出裁定。记者采访报道。